拄则甲咱各位所讲解的六祖坛经，就是解说甲正文第25页，就是解说甲正文第25页。对头仔算倒来，就是解说甲第二节；对头仔算倒来，就是解说甲第二节，就是解说甲并将为空。不思受害，即嘛应当爱来解说下面，就是念念之中不思前景。所以叫做讲做念念之中呢，就是讲一念一念之中，一念一念就是前念后念相续，就是讲在这个。前念后念相续，一念一念之中啊，不思前景，无去甲伊想前面的境界，就是讲咱所对的境界是好是歹，人对咱是冤是亲，讲的话是阿罗咱，或者是讲赞叹咱，或者是讲刺激咱，咱呢拢无去甲伊想。这就是不思前景，而且呢，爱念念之中不思前景才可以。也就是讲，咱将前面所讲的这一切一切呢，甲伊化解变为空，咱内心呢，拢无去甲伊想，甲伊当作敢若亲像眠梦。敢若像伫咧搬戏共款，安尼呢就无代志。在《中阿含经》有一段即个话，就是讲有一个时阵啊，有比丘几路的人呢，大家伫遐因为感情不睦啊，所以结果呢就起即个斗争。在迄个时阵，世尊呢。就甲因讲一个偈，讲若以正之正啊，至敬不见智，唯饮令之正，是法当尊贵。世尊甲因劝的意思，就是讲，假若以即个争论，就是讲大家已经伫咧争论啦、相争啦，你要以即个争论要来停止即个争论，这是不可能。咱人若互相伫咧争来争去啊，愈争呢，可能火就愈大，愈争就愈热，无法度互来制止。所以叫做至敬不见智啦，就是讲到最后呢，嘛无法度制止啦。唯饮令之争，讲只有饮足，才会当好啊，把互相大家争论这项代志咧，来甲伊停止。是法当尊贵，讲即款的饮足之法呢，应该爱甲伊尊贵，就是讲甲伊当作讲呢，这就是使咱一个人会当好来熄灭争论的一个真正宝贵的法门，因为迄是属于《阿含经》啊，所以才讲用过饮。但在这个所在所教咱的呢，毋是饮，是教咱呢化为空。就是讲将安尼甲伊化解掉，这个化解甲这个饮呢，在功夫上讲起来完全不同。所以叫做讲饮者，就是讲在咱心肝底呢有存迄个念，人对我歹，伊的行为对我有伤害，伊的态度对我歹，伊所讲的话呢对我无礼貌，等等，咱心肝底呢有存即款的念。当然心肝底就受气了，但在受气迄个时阵呢，就想起讲袂使咧，我是一个学会的人，应当忍起来。所以将迄个火呢，已经伫倒了，甲伊压掉咧，也等于讲迄个火来掀迄个滚水，滚水已经伫滚啦，佮将迄鼎杆仔挂要甲伊压掉咧，共款，莫互伊扑出来。你甲想看觅，迄个
水已经伫咧滚啦，下面火锅伫咧响，啊面顶将一个挂来甲伊砍掉来甲伊压掉咧，安尼有可能无？无可能。压甲若有一天呢，迄个水啊滚甲非常的滚的时阵，就安尼一爆炸，不但是铺在规爆炸，连迄个棺材喷甲倒落去。所以就是有一寡人平常时阵呢会收忍足性，但是呢，到有一天忍无可忍呢，哗，会爆炸起来不得了啦，山崩地裂。所以迄个老寿性的人呢，你若无起性地变讲，然后起性地拢不得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啊，平常时拢是压掉咧，心压掉咧。压掉压甲无法度好压，迄个时阵哇不得了啦，问题就来了。所以呢，应该啊，毋是用个忍，用个化解，就是讲自迄个境界呢，将甲化回无去。那这个化的无办法，就等于讲，迄个滚水伫咧滚呢，面顶毋是讲将一个挂盖砍掉咧，互伊莫浮起来，乃是下面迄个火甲抽掉，将迄个火甲抽掉，迄个水自然就袂滚了嘛。啊，面顶慢慢用过迄个挂甲砍掉了。那意思就是讲，你即个武术的境界，你若甲伊化解掉，根本连忍都免忍。你都无迄个物件，你要忍啥物？你无需要忍嘛。六祖慧能大师，这是一种化解之法，毋是一种忍的。可以讲，这是处理人我是非的一个真正特殊的方法。所以在这所来才讲，在念念之中呢，毋通想去前景，不管是前面的境界好歹，好啊歹，在内心呢，莫去甲伊想。下面讲叫前念、今念、后念，念念相续不断，名为下卜。讲假若呢，若是前念啦、今念啦，或者是后念啦。伫遐伫咧念念相续不断，安尼呢就名呢叫做讲做下卜。那所谓叫做讲做前念呢，就是讲已经过去了的念，叫做讲前念。啊，这个今念就是讲现在的念，后念就是讲未来的念。就是讲，咱过去想这项代志，现在想这项代志，搁未来搁想这项代志。安尼呢，在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那么伫遐呢，拢伫咧想这项代志，拢伫遐伫咧继续，拢无去断去，无去断去。这呢就是一种的下卜。不过在这所以叫做讲做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这是用咱的心念所讲，用咱这心念所讲，咱的这个心念呢是非常微细，所以这个念是刹那之间呐，都伫遐伫咧起这个念头，也可以讲是前一秒钟、现在一秒钟、未来一秒钟。那用这个一秒钟来讲，咱大家听较有啦，因为这个一秒钟这是。咱一般即个时间的计时是算秒去计，前的一秒，该当作讲叫做前念；现在一秒叫做今念；未来一秒钟叫做讲做后念。前面的心肝咱想安尼，现在想安尼，未来也是想安尼，一直继续。若佫讲一个较白话，就是讲，譬如有人来甲咱侮辱。讲话来讽刺咱，来刺激咱。对于所甲咱讽刺即句话，咱心肝底呢非常不满。这个不满的心呢，无一时停困。因为前念、今念、后念拢伫咧继续，拢一直啦将这个不满的心呢，给藏在心内，拢无休困。那这呢，就是名叫做讲做前念、今念、后念。伫遐伫咧念念相续不断，那这个呢名呢就叫做讲做下卜。安尼呢就是讲咱自己呢就是把咱家己自己，在起信论有安尼讲，讲一切众生啊不明为觉，
就是讲咱所有众生呢，要等家叫做讲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从本以来啊，念念相续，未净离念，所以叫做众生不觉者，就是讲从过去以来，咱所有的这个分别妄想啊，拢伫咧念念相续，将来呢毋捌远离过，将来呢毋捌间断过。这就是遮所讲的这个念念相续不断。那这呢就名叫做下卜。这个下卜就参如讲迄个锁啊，甲咱绑掉咧共款。事实上，这个下卜是啥？这个下卜就是烦恼啊，烦恼的另外一个名叫做下卜。因为这个烦恼啊，会颠簸咱的身躯，颠簸咱的心。使咱的心、使咱的身躯不得自由，所以呢，就名叫做下卜。咱一个人行东往西啊，拢就是随着咱自己内心的梦想、内心的烦恼，甲咱拖过来，甲咱拖过去。对于这个代志啊，咱只要静静甲想落，咱就当了解这个意思。在正法念经文来讲。讲这个烦恼呢，就敢若像一条锁啊，来绑迄个鸟啊共款。因为迄个鸟啊去互迄个锁啊给绑掉咧，所以虽然迄个鸟啊飞去较远呢，随时会当搁甲拖倒转来。咱众生互这个业所给牵掉咧，也甲这共款。烦恼啦、罪业啦，这呢，拢就是属于下卜。所以这个下卜呢，除非这个烦恼以外，还搁再有罪业的意思。因为咱前念、今念、后念，念念伫咧上续，一方面也就是咱的烦恼不断，也伊有这个烦恼呢，自然就会去造业。比如讲，人事实上毋是讲真故意的，讲一句话去得失咱。咱的信心正重，永远甲伊扣掉咧。所以你心肝底一直想要甲伊报复，有一天你就甲伊报复。那你在这个报复的时阵呢，你就是造业。也你迄个烦恼也绑你，迄个业也绑你。所以呢，就互咱一切众生，从无始劫以来，在这个三界内啊，伫咧受生死轮回痛苦果报，就是安尼来。一边。讲依诸法相，念念不住，即无卜也。此是以无住为本。讲假如呢是在这个诸法相，这个诸法相就是讲所有的一切境界上面，这个诸法该当作境界，这个法唔通该当作讲是真理。咱平常在佛文中用这个法呢。有两种意思，一种就是用真理解说，一种就是用世间的事物解说。直接是用世间的事物，所以诸法上就是讲所有的境界上面，念念不住。就是讲咱念念中呢，拢无去自着着，毋是讲其中有一念该自着，一念自着都无。念念之中呢，拢无去该自着，心呢无啊。停顿在某一个所在上面，安尼呢，即无卜也。那呢，自自然然啊，都无有束缚。你看，咱一个人，假如讲出去外面，比如讲去街路，咱去散步也好啦，或者是讲去办代志也好啦。咱即马行伫街路边啊，哇，每一间店内底卖物件，摆甲安尼足闹热。摆甲真正吸引人，在这个时阵，你心肝底根本你若无去注意遐物件，当然你骹都袂停落，你会直直行去。真赶紧呢，你就会当好到你要去的目的地。这就是等于遮所讲的念念不住，即无卜，无啥物件甲伊束缚掉咧。假如讲你一方面行路，一方面呢，目睭直直看店内的物件。看甲讲，迄啥物件？咱甲看一下，看卖。哇，这个物件我足介意的咧，系啦。你心住伫遐，骹就停伫遐，
安就是停掉了啊。安尼呢，就是有自着，也就是有下薄的意思。所以这个念念不自无薄呢，这就是以无自为本。那么这个无自为本的意思，就是讲咱学会修行人最重要，就是爱来克我本性。那既然要来克我本性呢，当然啊，咱最重要就是爱无自着。因为本性这是一种真理，是一种超然的物质的存在。你心无自着，才会当好来契合着本性。你心有自着迄个所在，你就甲这个本性相违背啦。下面善知识外离一切相，名为无相。能离以上，即法体清净，此是以无相为体。即嘛，这段就是解说无相，因为在前面直咧讲做无相为体。善知识，即嘛讲到这呢，慧能大师就搁再叫一声讲善知识啦。讲这个无相是啥物？讲对外会当好远离了一切相，这呢名叫做讲做无相。在《大智度论》第70愿来讲诸法空者，即是无有男女中短好修定相，是名无相相。这个《大智度论》所讲的意思，就是讲啥物叫做诸法空啦？咱就得讲做诸法空相。那这诸法空相是啥物呢？就是讲无有男女。无去甲伊分讲这就是男性，这就是女性，也无去甲伊分讲这个物件是较大是较细，或者是讲这个人是较悬，或者是较低，也无去甲伊分讲这个物件是好是歹，安尼呢就叫做无相相，这就是无相之相。事实上，咱这个世间哪有讲无男女中短好修呢？是有啦。但是呢，在这个有的中间呢，咱心无去甲伊分辨。要哪无甲伊分辨呢？就是讲咱心离开迄个所在。在这个外面，咱的这个心呢，离开了一切相呢，这个名就叫做讲做无相。对这个无相的意思，咱在前面要曾经提过。宝智禅师甲梁武帝的回答。宝智禅师因为内心心心念念如何来了生死，也可以讲伊的智慧呢，一直向来回光返照，照了本性，提起正念。所以梁武帝问伊讲：拄则旁地来迄个封疆彩女是水啊歹？伊讲我毋知，我无看。那迄就是无相啦。就是讲，伊这个心呢，根本就离开迄个所在，心呢无去攀缘迄个所在。所以世间有迄个物件，但是这个心无攀缘迄个所在呢，那这个就名叫做讲做外离一切相。这个外面离开一切相呢，这就名叫做讲做无相啦。那是无相呢？这个无相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这个无相，并不是讲外面的什么物件都无。乃是有物件迄个所在，你心呢无去甲伊着，无去甲伊着，你心就是离，离就是无。讲能离以上，即法体清净。讲假如你若是当好远离着外面或者种种的差别相、种种希望相，安尼法体呢就会当得到清净，因为你的内心无去妄念。你会去分别外面的相，就是因为内心有起妄念。你远离了外面的相，内面呢也是远离了妄心。远离妄心迄个所在，心无妄念，当然你这心体就清净啦。这个法体清净呢，也就是这个心体清净的意思。讲此是以无相为体啦。讲这呢，就是以这个无相为体。什么叫做讲无相呢？是安尼叫做讲无相。
所以咱爱了解这个无常者，就是无执着上的意思。咱虽然有这个世间的千杂万别相，而无执着。咱过去祖师大德啊，有安尼讲天牛不怕狮子吼，却是木人看花鸟，但令无心于万物，何况万物相为妖。天牛不怕狮子吼，迄个狮子就是讲狮啦，狮呢，这是在山内的一个禽兽之王。所以狮一个吼啊，其他的禽兽安尼惊甲，不但是讲规身躯安尼屈准，连迄个头壳惊甲头脑都憋破。所以叫做讲做狮子无畏说，必受蚊子解闹热。但是迄个铁牛呢，就毋惊迄个狮仔伫咧吼，就是讲迄个牛啊，虽然是牛的形体，但是呢是一只铁的牛，就是讲将迄个铁去甲做的一只牛。那当然，这只铁的牛，伊毋惊迄个狮仔伫咧吼啊，像呢是讲迄个狮，安尼喙开一开，甲迄个牛的面头前大声甲吼，要甲食落去，伊嘛毋知啊，伊嘛严然不动啦。所以叫做讲做天牛不怕狮子吼，恰似木人看花鸟。讲也敢若参像讲一个迄个茶翁啊，茶的人来看迄个花，看迄个鸟啊。那咱普通的人看花，哎呀，这个花真水；看鸟讲，哎，迄个鸟真水，迄个吼的声音真好听。但是你去掠一个迄个茶客的人，来回应你也毋讲，迄个花有水无？或者是甲掠去足侪鸟，讲迄鸟伫吼，你有感觉好听无？伊敢毋知？当然绝对毋知。讲但令无心于万物，何况万物相为妖。讲只要你无迄个心在万物的上面，那就是讲对于这个世间的万物呢，你无起这个分别心。也拿呢，万物相为妖嘛是无妨啦。就是讲世间的万物，围绕在你的身躯边也无要紧，因为你根本呢，你都无这个分别心伫遐。所以过去祖师大德搁再讲两句话，讲百叶丛中过还是讲百花丛中过，片叶不点心。就是讲你一个人对于这个花，花园的所在，迄个花开甲呢，真水真水。你行对个所在过，当然你这个身躯会去叼着迄个花的叶啊咯，加减嘛会去叼几片啊。但是呢，迄个花啊，连一片的这个花叶都袂去甲你黏在你的身躯。这是咧讲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讲你虽然对迄个所在经过，但是你心无碍，因为心无碍呢，所以根本就袂去捉着。所以。伫遮所讲的所谓叫做讲做这个无常，咱来了解，乃是会当好远离了一切相呢，名叫做讲做无常。在你当远离一切相迄个所在呢，法体就是清净。所以这呢就是以这个无常为体所以这个无常为体，应该就是讲无执着相无执着相，这名叫做讲做无常为体。所以咱伫咧学佛修行的人必须爱体会这个道理。咱人因为是众生嘛，众生就是有执着，而且呢，咱一般凡夫众生拢是执着有，拢是将咱世间无论倒一项物件当作讲，这都是实在有的。为什么会甲当作讲是实在有的呢？因为咱无听到佛法的人咱所接触的，比如讲目睭看的啦，耳孔听的啦。你都明明都有迄个物件，你太甲讲无呢？但是迄个物件，伫咧无常演变，你无去甲感觉到，你无去甲想到，所以结果呢，就甲当作讲，这个世间的物件，这是实在有的。咱就以这个花来摕来做譬如就好。花，我相信是真正一个人所爱的物件，但是这个花开花谢呢，时间真紧。
有诶花呢，可能你甲挽起来，插去花间，毋免1工2工，迄个花就连起啊。较耐冻诶呢，可能10工8工，10工8工诶时间嘛是真紧啦。但是咱平常是拢无在迄个所在去的感觉，也去求着迄款诶即个短暂诶，咱诶眼睛诶享受。即句讲就是讲，迄个花是真水，要看迄个花水。但迄个花水是啥伫看？当然咱目睭伫看啦。目睭伫看，心肝伫欢喜。那这变成就是讲眼睛来对着迄个色尘中间升起眼识，搁再引起伫落意识中诶同时，意识去甲起分别，在起分别迄所在，你搁伫遐伫甲欢喜。也无想讲，咱即个花瓣来免2工就谢去啊。也你原来是执着在迄个所在，那这就是有着，这就是有相。若是无相，咱就是会当了解讲，世间的万事万物拢不断伫咧变化物件。那既然是安尼，有啥物好互咱执着？有啥物好互咱留恋呢？也哪呢啦？唱诗是讲红花柳绿五花杂色的下遮的物件，在咱的身躯边，就是讲，在这个方定境界中。咱原来是会当好在定去不占定，会当在定去不占定，就是六祖慧能大师在前面所讲，在迄个伊年呢，会当出红莲。虽然在迄六国啊梅果的所在啊，会当出这个清净的莲花，那这当然呢，就是有智慧人。假如讲若是无智慧人，袂当好离一切相；无智慧人呢，袂当好在迄个方定中呢来去修行。注意看先听众，咱今日节目时间已经到，所以我甲咱各位所讲解的六祖坛经，就讲到这个所在。感谢注意收听，祝诸位法喜充满。